前這位老到老年，淪為時光機的背影，直到活到歲月到終點，沒有自己經典。挖苦你的少年，在到後鏡片段裏一閃，然後人生蒸發一偶然，被發現經已大年。如何後悔也知道，無從逃退啊！探險必須探險，明日在哪裏再望向這裏，較這一位更唏噓。一個人平衡時空怎去面對？從前起身嗌反對，而如今偷偷隱退，隨機。我哋嗌口號，後來居上148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！再夢見過往6歲這一天。喂，死㗎！起身，做咩事咁頹？要出動防頹三寶啦！我哋嗌口號，今日要非常嘅做得更好，你哋要互相激勵。6D 特有嘅薄荷按摩膏，攞 A 攞 A 原子筆，乖乖課堂家長區嗰度咧，喂，點解蔡太淨簽咗2個咁少嘅？邊個頭先中文堂瞓覺？年老過，怕只怕年年白過，而據點只得據點。明日600歲，再夢見過往6歲這一天，看哪一天崎嶇，才對得起當天那個小孩，無負那個小孩，曾為信仰出發，不理反對。還是有生活興趣，能令你生命有趣，看盡山水。如明日在這裏，你又到哪裏？有這一位替那一位作先驅，出發前無人能知選錯或對，年輪都刻進骨髓，年齡都不可倒退，無悔於這旅程，留低過程曾。今日準備要非常嘅做得更加好，2017跟住越南，耶！看那一生景緒，還記得今天演過這一場，無論去到終場，曾為信仰掙扎，可以死去。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生活变得无聊又险峻？一堆一堆的潜规则，规划了我们的样子。到底是从何时开始，对身边人越是一律无视？关心的冷淡是刀子，割破了人与人的联系。多想问你会否记得那一段青春的岁月，为生命打拼的时候，偶尔也想要弥补内心的空缺。那时候傻了又傻，现在总会牵挂当年那一个盛夏。大人说长大要变好快，更要自律不依赖。你会不会怀念那一段花样年华？最想说当时好傻，
他想回放一下，怎会有如此矛盾想法？或许生活是一个恶霸，抢走真实的你的想法，去逼你放下。嘿嘿嘿。还记得那邻座的男孩，你总爱说他搞笑又可爱，一个微笑让你抛开，还差点跑去跟他告白。那时候上课总爱发呆，临考试才努力发愤图强，看着满江红的成绩单，除了瞎说就是无奈。一次又一次的惶恐，害怕被这社会淘汰。大人们总爱挂在嘴边，说要有学历才有资格说未来。那时候傻了又傻，如今很想回放那无忧无虑的暑假，没有那尴尬的气氛，也没被逼成高冷，只有伙伴联赛一起疯狂的时刻。虽然人觉得好笑，又回忆深刻那一对疯狂的人们，到最后留下的不是那算是而是那回忆吗？機會啊！有，係咪1.5有冇 train？ 有，係點睇到？總之個 range 喺2同20.25之間，但我都係會有 train 嘅。翻轉頭我哋再講，OK 得唔得？埋頭苦幹，最後還止步夢想，忘了心有多